来到了 Kiehl's， 今天要来做什么呢？检测我们的皮肤，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素颜。对，然后我们等下就会拍一些照片，然后他们会跟我们说我们的皮肤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对，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要决定我们的检测的先后顺序。对，因为有点紧张，他会很直接的讲说你最深层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剪刀石头布吗？最赢的先，最赢的先。好，剪刀石头布。哦。耶！我是第二个，台湾是第一个。哎，第一个其实压力很大。1、2、3，是第二个。OK。3。Let's go。Let's go。好像不够高哎。哪里？加油！我要被那个扒开我的皮肤有多烂的事实了。为什么要加油？因为不够高吗？因为刚刚我的额头完全没有靠到上面。来看一下你现在屏障健康的程度，还有我们细胞，我们生成细胞含水量。来，那我会帮你就是在那个颧骨下方按压大概10秒的时间哦。是屏障有点受损的状况，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是一般如果健康的肌肤，它的屏障会是细胞排列整齐的。那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曝晒，或者说你可能最近有去角质啦，就是最近都有开防晒，有好，那就是流汗没有补啊，或者说可能比较常处在高温，导致我们的屏障受损。但是你的细胞含水量很高哦，所以你本身都有用精华液的习惯。晚上 OK， 不错啊。等下我们看一下分数，因为我要带路，对，就只有屏障的部分，就是防晒可以加强，可能擦厚一点，对，或者说你可能可以用一些就是修复型的面霜嘛，然后是83分。好，那等他计算一下我们刚刚的那个，我的皮肤就是一个很爱晒太阳的皮肤，然后因为我是上了大学我才知道要戴帽子，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出去玩不爱戴帽子也不爱防晒，这个就是后果啊，懂吗？所以要注意防晒，注意修复，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啦。我期待了，等会很严重。那是我的脸哎，好像不错，像蛮不错的样子。啊，只有毛孔阻塞，毛孔阻塞的状况比较需要改善。刚刚说的那个屏障分数稍微低一点，那我们来看详细的。好，太可怕了，不要这样子。这是我的阻塞，毛孔阻塞比较明显的地方。我都会变满脸都是，我已经鸡皮疙瘩了哎。但是比较简单，就是你可以用像早 C 晚 A 的 A， 你只要有用 A 醇，这个分数会是到100，不到100也是50、80以上嘛，它一定是分数很高的。对，那就是给你看一下毛孔阻塞，或者说你可能可以周期去角质1次、2次。对，眼圈就是有熬夜的习惯，都很早睡嘛，天快亮再睡这样子嘛。太早了吧？太早对啊，因为看起来泛红真的是蛮大片的，就是我们防晒的。你防晒的系数，你有注意到差多少吗？没有，就是发炎状况不一定是防晒，就是你最近有可能去做什么活动吗？有，我有去做工，那个对，就是微部落一下。OK， 好，那原来就是那我们就是尽量做到就是消炎镇定肌肤，因为肌肤处于发炎的状况的话，确实就是不管是老化或是斑点等等的一些我们不想遇到的肌肤问题就会加剧吼，所以毛孔一直被脏东西塞住嘛，所以它会慢慢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用看 A 醇，因为这2个问题 A 醇它是可以一起改善的。眼袋就是我们分数最高的，虽然熬夜可是没有眼袋的自由，还是你熬夜比较没吃宵夜的习惯？最近是吧？因为有熬夜又吃宵夜的话，眼袋就很明显，就会比较在吃宵夜了，在戒宵夜。加油！1、2、3，去！好，来到左边的脸部。哇！你没有阻塞，这假是零，那是有，那就是大零就是大，看我就是大阻塞，
毛孔组，所以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更密集，你看，就是出油量比较大的话，你们要去畅通你的毛孔。对，就是油脂分泌，因为夏天一定的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你可以擦清爽的保养膏，还有你的习惯有擦酸的话，你可以每天晚上擦。如果它的浓度不至于到让你那种不舒服的话，大发炎的状况，就是你的酸是可以每天擦的，因为就是状况就是非常太密集，对，它就是直接到这样也是因为很容易出油，也是因为阻塞。对对，所以我们可以擦保湿产品，那就是尽量擦无油配方的，无油的。我们可以补水，但是对就不用再补油了。对，阻塞状况比较严重，可是这看不出来，你机器没有照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因为皮肤看起来很好。洗脸的话，你有习惯会洗脸颊嘛？因为很多人好像下意识都会搓脸颊，但是我们主要清洁的地方，主要还是依照这个 T 字的地方，可以加强鼻翼的地方来做清洁。好，那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眼睛一样好哦。你21岁再这种烂货，我是拿你没办法了啊！钱非常有本钱，但是我们的本钱要把它锁住。我们清华，毛孔阻塞大于我们，真的，对。那而且我们来看你们期待的毛孔阻塞的部分，也是比较密集，所以 A 醇我们请先擦 T 字，还好就是发炎指数不严重，但是冷的话就是对帽子可以戴着，防晒记得擦。我们一样就是让肌肤不要发炎，因为最容易造成肌肤发炎就是紫外线了。好，我们未来慢慢要浮起来的斑点，其实看得出来一点点。就我老了，它会浮出来这样。会，一定会。所以你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制裁它们，让它们乖乖就待在底层，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你不可能让它不见。就是所有的产品都不会跟你说它是可以把斑弄不见，就是淡化。对，雷射医美也是一样哦，不可能不见哦。好，是有过敏的状况吗？我最近好像比较常呼吸道那个很痒，而且鼻子过敏。好，那对，因为鼻子过敏的话，就是容易有那个眼周循环不良造成的色素啊，所以红色的线你会比刚刚2位更明显，这是已经形成了黑色素黑眼睛的部分，所以眼霜可以开始擦了。对，当然我们不可能让你的黑眼圈整个变不见，但是至少不要让它变得更大片，更明显，降低。没错。好，就是担心擦眼霜会长一颗一颗的话，就是擦眼霜的习惯我们可以回温，然后定点。轻轻的点，搓揉，因为如果说你鼻子过敏的话，你可能会有揉眼睛的习惯，那揉眼睛也很容易造成颗粒的形成。因为揉眼睛的时候，你会产生，因为皮肤眼周的皮肤很薄，你那时候揉眼睛的话，它有一些隐形伤口你是看不见的。那时候伤口要在愈合修复的时候，你眼周刚好又有一些油脂，不一定是保养品的油脂，你自身油脂也是会，它在把它包起来的时候，就把那个油脂包起来，就会变成一颗肉芽。所以尽量不要揉眼睛。然后擦眼霜的时候，轻轻的点。没有错，我跟你说，我超懒的，我就是这个。对，因为你再怎么懒，你只要晚上有擦，你那个毛孔阻塞，这个才是真的没有。我的人生就是没有阻塞嘛，是。给我5个吗？可以给我5个吗？给我6个。泛红也没有，因为你都有擦防晒习惯非常好，因为泛红就一点点而已。分数是92。老板娘，要擦防晒啊！小 C 晚 A， 还有防晒色，有感觉。为什么会泛红的话，过敏也是，因为它造成肌肤发炎太多原因了。你可能温度太高，你最近压力大，你最近晒太阳嘛，曝晒，因为最常就是大家来做曝晒的比较程度比较强的时候会。对，那肌肤发炎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它退红。你们用金盏花系列的东西，金盏花化妆水它都可以帮助。最高分的，你们看看，有用 A 醇的，有用 A 醇的状况就是一点点零星。恐惧证明，几口气。卸完妆，然后把衣服上1、2、3，对，就是前后其实都不见。那我每次拿到目前刚刚他们检测下来的结果，其实差不多要改善的部分，就是在
现在开始加强防晒的部分，因为肌肤发炎的反应的状况比较明显。那再来的话，因为就是阻塞的毛孔阻塞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早 C 晚 A 的使用，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他的那个保养的习惯里面。对，那相信他们就是持续的早 C 晚 A， 还有使用防晒的话，他们肌肤会越来越亮。对，因为本身他们的肌肤底子就很好了。对，那我们就是改善毛孔阻塞跟加强防晒，基础的保养保湿这样子就会很好了。我们收获了很多一管一管的东西，保养品，超棒的。因为刚刚彤姐她很细心的，就是教导我们一瓶一瓶都怎么用，然后还有什么功效，是针对肌肤去做客制的一些保养品这样子。然后我们有请我们最多保养品的人，然后我觉得是期待我们下一次再回来复检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变得更一样。漂亮。谢谢 Q。早 C 晚 A 不阻塞不阻塞，早 C 晚 A 不阻塞不阻塞啊！记得擦防晒。对。大家好，我们在没有啦，我们在两厅院这边，为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准备爵士音乐节的总彩排，然后总彩排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全副武装，还有化妆呢，化妆然后穿那个演出的衣服，对，然后因为爵士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在帮我上字幕，谢谢，在台湾是一个很大、很盛大的一个爵士音乐节，因为太爵士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录一下这次总彩排，我们都怎么总彩排。3、4，你们如果忘记了，我拜托你们拍到群组问一下。对啊，我有拍那个彤姐的，都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都知道了。我也知道 A 跟 C 是哪一个。那这个是什么嘞？这个是那个我制作女的是什么啊？我看一下。他只要知道他的就好了啊，都他头发就好了，你只是问他的。我的是这个。对呀，是不是不一样？抗老的哦。要记得找 C 晚 A，C 是什么？